今仔日丽莎要继续带大家伫四国佚佗。伫香川住2暗了后，咱后一个要去的所在是德岛。阮要去德岛的祖谷温泉。下早起床就先开车来这间山地直送市场。这间是伫阮香川住的 Airbnb 附近。本来阮是按算昨今岛比罗宫去煞了后要来的，不过因为时间稍暗嘛，所以就改今仔日下早要离开香川进前来。这间山地直送市场有卖真侪只在地种的农产品，亲像菜、水果、花等等。阮即摆来这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买葡萄啦。这个葡萄大粒佮俗，真正足赞的。伊只是8点开门，阮去的时阵差不多是10点左右，物件已经无剩介济啊。所以若是有想要买菜，也是别种农产品的人，会当较早去的哦。葡萄买了，就就车出发去祖谷啊。本来是按算要先来这间 Forest Adventure 耍厝趖啊，不过因为受风台影响，在落雨，所以伊无开。阮只好伤心离开，继续后一个行程，来看日本三大奇桥之一的祖谷顶满桥。这条顶满桥是古早日本的皇族平时去互元氏拍牌了后，秘伫遮生活来起的。主要的目的就是讲，会当伫危险的时阵，甲桥切断来保命。这参观费是一个大人550块，囡仔350块。恁看，这个桥的空棚有够大的，会当直接看到下骹的溪水呢。行伫桥顶为下骹看落去，真正是会感觉淡薄仔惊惊。我真正是愈大汉胆愈小。经过一阵惊吓了后，就准备来去食中昼第一个羹。因为开始在落大雨啊，所以阮选择来到一个伫路林下经过的 shopping mall River Station West 来找物件食。食了嘛，顺续会当伫遐洗一个买我4收仔去饭店食。若是要讲这个物件敢有好食，我敢若会当讲普通尔啦。好，饭食了就继续开车来去阮即摆伫祖谷住的温泉饭店。这就是阮即摆住的温泉饭店。内底算是真大间啦，这边有放一条椅仔，边仔有一条掠铃椅仔，会当坐伫遮掠铃看风景。这房间的风景算是袂歹哦。伊边仔阁有放一台 CD player 甲几块 CD， 会当放音乐来听。这嘛有准备茶互你泡。桌仔顶有放一盒点心，互你会当配茶食。这边趟数来有一寡去泡温泉会当穿、会当炸的物件，亲像面巾甲浴衫。这边是便所，算是真大间啦。这边是洗面台，起锅起面拢有提供。另外，阁有一寡保养品，亲像化妆水、面油等等。
这盒内底有一寡沙文膏、洗头水、螺仔等等的物件。这边外口是房间内的露天温泉。房间介绍了啊，衫换换的就准备来去泡温泉啊。这拢总有2个温泉通好泡，一个是伫内底的温泉，另外一个是伫外口的露天温泉。伊的露天温泉是伫溪仔边。所以要泡露天温泉，就要先坐这台缆车落去到下骹。这缆车一抓差不多要坐5分钟，会当哪看风景，哪听车内的广播介绍这的温泉。因为温泉内底袂当翕，所以我放一寡官方网站的相片甲影片互大家看。这个温泉是直接为谷底溢出来的，是天然的温泉。伊的水看起来落落，不过迄水是足油的。泡的时阵会感觉规身躯拢骨溜啊骨溜，真爽快。听讲这温泉是对皮肤真好哦。伊因为温泉就伫溪边，所以会当哪泡温泉哪欣赏溪水声。温泉泡了就通好来食暗顿啊！这个暗顿真青草嘛，真好食，有真侪种在地人才食会到的特殊食材，亲像山菜、煮骨豆腐、素霸等等。饭食饱，转来到房间，工作人员已经把阮的眠床铺好啊。搁伫房间内泡一摆温泉，就会当去困啊。阮今日大的温泉饭店是有即种半露天的温泉，不过我建议大家也是莫做即种的较好，因为这洗身躯啊，拢是伫这外口，若是寒天的时阵呢，可能会寒死；啊，热天的时阵呢，有真侪虫。恁看这顶悬全部拢是虫，啊，因不时咧，佫会落落。所以，若是会惊虫的话咧，建议也是莫做即种的较好，去下骹泡因的温泉就好啊。这个早顿嘛真青草，伊是半自助式的，就是伊会先互你一份日式也是洋式的早顿。这是伫你 check in 的时阵，伊会先问你，互你选的。除了这份早顿以外，因阁有提供沙拉、yogurt、饭、糜、汤等等的物件伫自助餐吧遐，互你自由选择。饭食了歇困一下，嘛是同款爱来泡温泉啦。无住伫温泉饭店要创啥？当然嘛是爱照三顿甲泡好爽。这温泉下骹阁有一个露台，会当直接看到祖谷溪哦。温泉泡了，出门来运动一下。
阮本来是按算今日要去爬山啊、坐船啊，是算入来。毋过因为受风台的影响，遮个物件介成风无开，所以阮嘛无代志做。即摆就出来行行散步，伫雨中看风景。我后壁遮是祖国溪，遮风景真水，也是一个翕相的景点哦。阮即摆要来去看祖国遮的变态囡仔，啥老讲是变态囡仔咧？因为伊无穿裤，对山沟遐咧放尿，所以我叫伊变态囡仔。佮开始大梦啊，阮伫梦雾中行路。到啊，即阵就是变态囡仔，伊对山沟安尼放尿，也是讲这祖国溪着拢是伊的尿。第二天的暗顿嘛，真凄惨。阮因为伫遮住2天，所以第二天是有订较高级一点的料理，安尼就袂甲头一天食同款的物件。这烘鱼啊，2天拢有，毋过因是2种完全无同的鱼啊哦。头一天食的是阿美国，这是日本的一种特色淡水鱼，甲鳟鱼组成的。第二天食的是阿油，就是螃鱼啦，2种拢袂歹食，气味甲口感是完全无同的。这乌冬虽然嘛袂歹食，毋过阮也是感觉乡村的迄间上好食。第二天的早顿嘛，足凄惨的。讲到这，就一定爱甲饭店学乐一下。第二天的早顿是甲第一天的完全无同，因可能是感觉住1天以上的人客，若是逐天食同款的物件会感觉鲜，所以因逐天拢会甲人客换无同的物件。我有观察别桌的人客，因食的是阮头一天食的物件，所以我想饭店应该毋是逐天换无同的菜单，因是按人客住的工作来做变化的。好，后一集 Lisa 要带大家来去四国的另外一个城市爱玩，来去倒后洗温泉。我是 Lisa，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